中越鐵路合作全面升級，3條標準軌鐵路殺到。中越鐵路合作終於有咗新嘅進展，喺未來幾年內，中越兩國將會修建3條跨境鐵路。但仔細諗深一層，件事並冇咁簡單，因為越南嘅鐵路發展非常滯後，兩國之間嘅歷史恩怨亦都幾深。更重要嘅係，中越兩國嘅鐵路軌距、闊度唔一樣，越南用嘅係米軌1000毫米，而中國用嘅係標準軌1435毫米。點樣進行改造同融合，絕對係一個需要認真考慮嘅問題。目前規劃嘅3條路線分別係老街、河內、海防線、諒山、河內線同埋芒街、下龍、海防線，預計開工時間係2025年年底。中國境內嘅鐵路線已經起好晒，就等住同越南打通。其中老街到河內、海防呢條線係最優先嘅，因為河內係越南首都，經濟強，人口多，而老街屬於中越邊境城市，係越南通往中國大西南嘅重要門戶同通商口岸。例如有老街去雲南昆明，只係得300幾公里。海防係越南一個重要嘅港口城市，可以接收來自全球嘅貿易貨物，但由於越南本土嘅鐵路效率實在太低啦，目前呢條舊鐵路用緊嘅仲係米軌，係法國喺1906年殖民時期起落嘅，非常老舊，好容易造成一個尷尬情況。海防接收咗一大堆貨，但就冇辦法快速運到越南國內。如果呢條快速鐵路成功打通，向上可以通往中國雲南昆明、大理等城市，向下可以直達北部灣、南海等海域。海防、河內、老街嘅交通格局將會被徹底盤活，所以越南非常重視呢條鐵路嘅建設。當然，諒山、河內嘅路線亦都極之重要，因為出咗諒山再向東行就係廣西南寧、來賓、貴港、玉林等城市，繼續向東行就係珠三角啦。如果呢條路線打通，廣西南寧將會成為中越兩國嘅貿易中轉站，承接河內到珠三角嘅大部分陸上貿易。呢個想象空間真係非常之大。目前越南呢條路線屬於套軌鐵路，所謂套軌就係喺米軌嘅基礎上加多一條路軌，等米軌同標準軌嘅列車都可以通行。米軌係當年法屬越南時期起嘅，而套軌就係越戰時期中國幫越南修建嘅。不過新規劃嘅鐵路線將會全部用標準軌距，助力河內、南寧、珠三角實現無縫銜接。芒街、下龍、海防路段主要串聯起越南呢幾座沿海城市，相對嚟講呢條路線比較難起。喺地圖上我哋可以見到芒街去海防呢條線要穿過好多山脈，仲要途經海洋。鐵路嘅盡頭係芒街，係越南一個小城市，同中國嘅東興市隔住條河對望。如果呢條線起好，意味住由中國北部灣沿線嘅北海、防城港到越南嘅芒街、下龍、海防將會連成一線，並且同越南北部其他鐵路線形成對接。總結呢3條路線，一條連接中國西南城市，一條連接中國廣西同珠三角，一條連接北部灣沿海城市，再加上統一嘅標準軌距，將會深刻影響越南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鐵路交通網格局。大家要知道，中老鐵路中國老撾已經通車，中泰鐵路正喺度起緊，中越鐵路而家正籌備緊。呢一條又一條嘅鐵路將會把中南半島各個國家連接成一個緊密嘅交通網絡，同中國嘅鐵路網徹底連結。呢個就係中國一直推進緊嘅泛亞鐵路網。對於東南亞各國嚟講，擁抱中國，合作共贏，永遠都係正確嘅選擇。希望中越鐵路可以早日開通，為兩國人民帶嚟更多福祉。想了解更多，即時聯絡我。